一起学习道之珍贵。后学是感谢天师的老贤人贤人大德感谢冯典传世慈悲给后学这个机会，能在今天与各位贤结个善缘，让后学能够跟大家一起学习今天的道之珍贵。后学相信今天在场的每个位应该知道道是什么。道是一个很容易的，这句话就是在后学也是在学习过程当中学到，也是听点传师还有其他各位贤贤说过，这一位顺治皇帝的一个他出家时的一个诗韵，说来时糊涂第10名，空在人间走一回，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得到之前后学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是像这种诗一样，就是在就是在糊糊涂涂的来到这世间，然后就是又不明不白又离开这世间，什么都还没搞清楚，为何我们要来到世间，然后还是就像一场空的一走了之。当我们就是还没出生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真、我们的本性是在哪里，是在何处。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选择出生的地方、出生的地点，或出生在的环境，或者选择出生的6道轮回。所以我们有机会在这三末期，就是白阳期之间，能有机会得到，有机会修道，是最宝贵、是最珍贵的机缘。后学相信，在各位学贤应该知道道是什么。道是万物皆有道，原本就存在。道原种是一种无形无相的，道能产生万物，能让万物有一种特定和谐的状态。道产生万物，但又不会随着万物而改变，因为道是自生的，是永恒的。所以道是万事万物之根本这句话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天为天理，在地为地理，在事为事理，在物为物理，在人为性理。天理讲的是一种规律，是一定的规律，因为人世间讲的是因果轮回，我们做善事终究就会得好果，做坏事也会得一个恶果。所在的地理就是自然的规律所在的，人们能认识的规律，但人们就是不能去善变的改变这规律。就所谓像天理一样，人们种什么果就会得到什么果。事理呢，讲的是做人也一定会有做事的方法和理性，做事前都要须多思考，因为我们所做的事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要先看我们做好事也会得到好的结果，做坏事也会得到坏的结果。所以做事之前要去先多思考。物理呢，讲的是万物的东西，在我们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是有存在的道理，有存在的理由，也有存在的价值。性理是人们生活的一种习惯，
我们每个人出生都会与众不同，都会有不一样的性格，性格不同，长大后也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也会有很多因素，在很多环境造成我们的一些性格上的改变，但是我们人们是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本性就像中国一句话说：“人之初，性本善。”后学相信，虽然我们生长在不同的地方，生长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籍，但是我们的本性是一样的，是一样善良的。所以我们有机会得到，得到之后是让大家了解自己最根本的自信。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是在成长过程中会习惯大家所习惯的方式与观念来生活，就像我们生在亚洲人，亚洲人也会有一个习俗、风俗习惯，跟欧美国家、西方人也是不一样，他们也会有他们生活的习俗，还有一个观念，所以生活和习惯好像是不是来控制，但是在生长的环境中会造成、会培养对我们的一种习惯，所以有一些习惯虽说是好，但是不是我们最终的本性，不是我们最终要找的我们的自信。所以我们得到了之后，要寻找自己的本性，也寻找自己要回归我们真正的家。